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太平苗圃的落羽松，因为冷气团的影响，最近这个叶仔片慢慢来变色。一大片的生态池，搭配着边仔滚啊长的落羽松，互人感觉清静甲放松，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来翕相取景。民众伫步道散步，若翕相，若看美景，自无同角度有无同的特色。这是伫太平苗圃的落羽松，最近叶仔开始转红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参观。非常棒哦，非常幽静。可是尽量不要在假日来，假日的话人潮汹涌。在这个地方可能可以待个1-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，就是坐在石头上，然后发发呆啊，看看美景啊。这除了落羽松，嘛服务花金菇几啊年。希望以后的花金菇季，大家会使做伙来观赏。饲养的基地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希望说我们今年的复育非常成功，也非常欢迎在未来的萤火虫季大家能够来观赏。目前欣赏落羽松上好的季节，敢若到1月底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赶紧来欣赏。